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咱们聊一个关于捐款、关于慈善这么一个话题。前不久，广西由于受台风影响，遭到了水患，是吧？有很多水库出现险情，甚至已经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损失，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主动捐款捐物，助力灾区重建，这当然是个好事。2020年7月10号，封面新闻它有篇报道，叫200万粉丝博主称向广西捐款2万元被网暴，被质疑金额太少，还有人私信他会遭报应。当事人回应，这个是7月10号封面新闻的一篇报道，是这么个事。当然这个视频网上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去看。封面新闻这么说的，他是7月9号，全网粉丝200余万的旅行博主李女士发视频称，因为自己向广西捐款2万元，被部分网友质疑金额太少，还有网友私信她进行网暴。7月10号，记者联系到李女士，她告诉记者，2万块钱已经是结合自身情况的慎重选择，结果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网暴，有的还说他会遭报应。于是他发布视频，呼吁网友们不要进行道德绑架，对于网暴他的人也暂不考虑追究责任。李女士介绍，这是7月8号，她刷到广西洪灾的新闻后十分牵挂，便通过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官方公众号渠道进行捐款，并在捐款备注写明支援广西洪灾。随后他将捐款凭证截图发布在个人短视频账号上。李女士解释，她发布视频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引流，是感觉作为全网粉丝超200万的博主，我打算分享自己的捐款经历，是希望依托自身流量能号召更多的网友心系灾区，伸出援手。视频发布后，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恶意评论涌入李女士的账号。李女士说，很多网友指责她捐款数额太少，甚至有人发私信诅咒她捐得少会遭到报应，很多言辞十分不好听。平台后期过滤了一部分过激评论，但负面私信依旧很多。李女士给记者发了一些私信截图，有的网友私信捐得少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我看有个截屏叫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捐2万又太少了，会遭报应的。还有网友评论，捐2万也要炫耀，让大家知道最少捐100万才有资格炫耀。看到这些过激言论，我心里很委屈，隔天就录了一个视频发出来，希望大家能停止网暴。李女士坦言说，部分过激言论她进行了截图保存，她了解到不少博主同行捐款之后也遭遇类似的道德绑架和网络暴力，于是决定站出来抵制道德绑架与网络谩骂。谈及2万元捐款数额，李女士表示，这是结合自身现状慎重做出的选择。近期她家中长辈住院治疗，医疗开支压力不小，近1个月她的主账号也仅更新1条旅行相关视频，博主依靠广告获取收入，停更期间没有薪资进账，收入并不稳定。她认为博主收入相较普通上班族确实偏高，但不能因此被强行拉高捐款标准。2万元是他综合存款和日常开销之后尽自己所能拿出了心意。被问及后续是否会追究部分网暴者的责任，李女士表示不会。她称捐款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奉献爱心本就不分钱多钱少。她发布呼吁视频的核心目的是以亲身经历提醒大家不要被道德绑架裹挟，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捐款行为。这是封面新闻报道的这个李女士捐款2万元反遭网暴这么个事。那今天咱们也聊一聊，为什么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呢？实际上大家都有印象，最近有一名著名的影星是吧，或者叫娱乐圈人士，就是韩红，因为他给冯小刚那个电影叫抓特务站台，他当时说了什么？北京的老少爷们儿娘们儿走一波，走个面儿，这不就有了吗？是吧？我们北京有2000万人，
走个面儿，这不就有了吗？大概这意思。网友就觉得我们去看电影，谁有了？冯小刚有了，那我们都有了吗？所以他很多人理解吗？这个就把很多人埋在心里的这种叫不满一下给点燃了。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受到加藤老师还有什么亡国散人这种人渣这种宣扬，感觉集体有了我们就有了，不是这意思？某个人获得了这个金牌，那就是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金牌，都有面子。所以说韩红他一说，实际上他从心底把大家一些不满的东西一下。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教育的，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活得都很累，我们也得到很多对吧奖牌奖项，我们有很多人都有了，是不是这样的？都有了，但是我们牛马韭菜是越来越累，越来越难，所以反差是吧？这么多年加藤老师什么遗尘散人坚持不懈的这种灌输，形成一个反噬。所以说韩红这个话一出，晚上就翻天了。是很多人还没搞明白。我看很多评论，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其实不是，这是这么多年长期教育压在心底。很多人他说不清楚，但是这个事情的火一点，它燃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感觉被骗了，都是集体好了，我们都好了。很多人拿这个来为自己谋利，是这样的。加藤老师，你比如说亡国散人这种，拿这种东西来为自己谋利，极少数人好了。极少人他能去买上海的30万一平的房子，2个亿一套的房子，那是他们好了，我们都有了吗？这一套玩不下去了。虽然我们很多人说不出来，但是那个意思在心里面一下给点燃了。我们2000万北京人走个面不就有了吗？那谁有了？又玩这一套，又来这个是吧？以前经济好的时候我们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们也觉得有希望，我们自己在奔自己的希望。拿点钱去看电影无所谓，但现在这个形式我们说远了，就像我以前举的例子，这个一圈猪圈里面的猪在吃食的时候，每个人只啃自己眼前那个槽子那里的食，只要每个槽子里面还有点食，那猪它就闷头吃，它不会看别的。等到那个猪把自己面前槽子吃完了，它就开始乱叫唤。这再一看别的猪那个槽子里面还有吃的，那它就开始乱叫了。如果都没有了，它也不叫了。如果这别的猪还好多呢，它这没了，它就开始乱叫，很难平衡了。所以说我就说的比较远，也就是韩红这事情，后来网友一生气就开始扒韩红的这个基金会，就怀疑你这个慈善也有问题，就扒出好多事情，似是而非。我也不敢说那都是真的，咱也不能说那是假的，反正很多人就开始扒，就开始刨坟，就开始质疑韩红的慈善。韩红的慈善，韩红是不是自己发朋友圈说心寒了，不想搞慈善了，不想搞这事情又在网上引起热议。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大家对慈善已经累了，前有红十字协会，后有韩红的这种基金，中间还有某明星什么一基金，种种东西已经把大家对慈善已经消费完了。这个时候这个200万粉丝的博主李女士，所以说大家就能想象得到，这个时候他就赶上点儿不对吗？要是在去年，或者在2个月前，或者甚至半年以后，你搞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有人骂他，或者有人骂他不会那么多，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噬。所以我们聊问题要聊这个大背景，聊当时什么环境。这个200万粉丝的博主李女士，她因为看到广西现在受灾，她捐了2万。结果反而被很多网友说他，这不就说风凉话吗？还有诅咒他的，对不对？这种各种，我不是鼓励和主张这种私信骂的，这不是的，咱们只是说这个现象，这肯定不对，就是私信骂人、网暴、诅咒别人，这个人家是捐款了，那管是什么目的捐呢？捐了钱，你骂他没必要，诅咒他更没有必要。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李女士她这个行为，这个点儿背，时机不好，你怎么整？你初心是好的，也会被骂的，对吧？一无是处。谁让你赶上这个时候？大家现在正在对这种所谓的慈善，什么基金会，现在都打满了问号，是不是？或者原来慈善是你只出一点点，完了之后号召大家捐钱，完了之后你不明不白的是吧？这感觉这个账对不上，感觉你这什么，总之批评韩红基金会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各种说法的，实际上跟当年批评那个红十字协会
差不多。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李女士，你200万粉丝出来，这就是不合时宜。这第一个，第二个，李女士自己也挺有意思，她说：“我这个本意是干什么？她说是我打算分享自己捐款的经历，是希望依托自身流量，能号召更多网友心系灾区，伸出援手。”他这个又叫逆龙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出这句话的意思。我捐了2万块，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把这一发，号召大家去捐款，就这意思。他说希望依托自身流量，号召更多的网友心系灾区，伸出援手。实际上他这就把大家给刺激到了，这就像韩红说的走个面不就有了吗？是一样的。那这个李女士也是的，大家这么多人，每个人伸出手不就有了吗？心系灾区，他忘记了很多网友现在日子过得非常难，下顿饭在哪里，下个月还有没有工作，各有各的难，越来越焦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网友对现在灾民受灾的地方，他们认为是其他原因导致，虽然这个台风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造成当地老百姓受灾的不光是台风。所以说很多网友人家心里有时候他只是说不出来而已，或者不想说，结果你跑这来号召大家捐款，这怎么又转变成靠群众一个人添柴加火的来渡过难关？怎么能每次都这样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人心中无名怒火被激发，你号召人家捐款，人家反过来说你赚200万，你赚2万没资格，对吧？你赚100万才有资格。你号召人家，人家要求你，这同等待遇没毛病。你号召人家，你是老几？你姓赵还是你是哪根葱？你是韩红是吗？不就是走个面吗？一个意思。那人家你让我走个面，我让你掏钱买碗面不行吗？加头老师这个网国散人请人看电影，好歹还得买碗面，是不是？你号召我捐款，我建议你赚200万，有毛病吗？是不是知道他对等吗？你号召我捐款，我建议你捐200万。没毛病，你凭啥号召别人？你能号召人家，人家就能建议你赚200万，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就这里面，这就是一下把为什么他以为他做了一件好事，结果一下全是负面的。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大家都在火头上，每个人都憋着一股火，这个火大家心里都有数。口罩发了，你也不敢说，这个时候你这个不着调的，对不对？你以为你在弘扬什么正能量？你弘扬，实际上下面网友粉丝早就心中的怒火他按不住了，你跑来拿火柴点一下，是不是这个逻辑？他现在还没整明白，还在那说这个那个的，还没整明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咱们就说动机了。这些东西怎么说？虽然说咱们不能说看行动，不能看他动机，是吧？要看动机，那就没好人。但是我们要全面审视这场舆论风暴。对这些网暴的人，我们当然是要批评的，就不提倡。你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应该网暴人家，是吧？就不要这个，你因为人家没有妨碍你，人家只是捐了2万块而已，你去网暴人这不应该。他又不是从灾区把钱搞走了，那你网暴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家捐了钱，所以说你对网暴这不应该。但是这个李女士就没有问题吗？李女士行为背后的隐藏的互联网逻辑，或者叫商业模式，同样值得反思与批判。就我刚才说的2点之外，我再说说这李女士自身。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也可能会冒犯她，但是咱们是评论。中国自古以来讲究的传统美德是叫什么？做好事不留名。对，你做好事修桥补路，一般是不留名。讲究什么呢？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个叫朱子家训，是吧？里面有叫为善急人知，便非真善。你做好事急于让别人知道我做了好事，那你就不是真的在做好事，是有目的的。虽然我们在某些时候需要这样的人起个带头的作用，我做好事，我要宣传我做好事，某些时候是需要，但是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当下，大家对这种慈善已经开始打了好多问号，负面评价的时候，你这个人再来搞这个，那就是叫打逆风局。真正基于纯粹慈悲心的善举，往往是内敛而低调的，是随手的，是没有任何张扬的。给外卖小哥，你给人家点个赞，这就是行善。给外卖小哥，你给人家5块钱，你今天刮台风还给我送饭，是吧？或者下这么大的雨，这就是行善。在你身边没有必要，是吧？到处宣传。给出租车司机10块钱，
对吧？我经常干这事，我觉得他不容易啊，他就想绕路，想多开点路，完了多赚点。我想你就别那么费劲了，是不是？你就按最短的路走，我给你加10块钱，这样你是吧？多10块钱不挺好的吗？我把这个当心上，你随手能做的，对吧？把你的快喝完的这个矿泉水瓶子，看见老太太来了，在那眼巴巴看着你，故意还留半瓶不喝，在那儿，你也看着她钓鱼，没必要是吧？我要看到了，先赶紧把这水一喝，或者剩下的喝不了的我不要了，把瓶子赶紧给她。就是说你行善，这就是在你身边，你随时也就是顺手。不知道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如果你做了好事，你老是宣传，就去号召别人这么干，这是你的动机有问题。所以说，中国人咱们的文化传统美德要求我们做好事要内敛，要低调，这个是对苦难感同身受，而不是急于向世界宣告我自己的高尚。更不应该号召别人，一个人赚2块，一个人给2块就行了，我来管理，我这哪儿有灾我就赈灾。反正这种我都认为是有问题的。那些什么基金会的那些人拿的都是高薪，我们哥们我们1个月5000块，完了拿2块或者拿10块来捐给他们来管理这个基金会的人年薪60万80万的。你说你到底谁养谁，谁给谁行善？你不是养着一帮蛀虫吗？难道我们喜欢养蛀虫是吗？那蛀虫养的还少了是吗？还没养够是吗？你自己还自愿再养一帮蛀虫，你说这不是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受虐狂是不是？在网红经济时代，这个李女士捐款后，第一时间便将凭证截图精心编辑，并发布在短视频账号上。尽管她自己说，我这不是什么引流，不是宣传，我只是号召大家兴奋，就尽自己的一份力，依托自身流量号召更多的网友。但是大家都知道都不傻，在一个流量及货币的生态里，这种自白显得有些苍白，这种给自己树人设，这一招在韩红没出事之前好使，但是不好意思啊，你这一招玩的时候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玩砸了，是不是这意思啊？玩砸了。灾情本身就是全社会瞩目的超级热点，此时此刻发布带有强烈个人标签的捐款证明，在客观上就有一种精准的蹭热点和人设打造，本质上是将灾难作为背景板，将慈善作为道具，将捐款作为标签，进行一场精妙的自我宣传，如公关引流。这个都知道，无非想让粉丝感动呗。粉丝一感动，一下子带货的时候，亲人们家人们多买点，跟他的人设有关。这样你看，我有爱心，我心善啊。互联网底层逻辑极其残酷且公平。既然你选择将慈善流量化，主动作为了内容的提供者，你就必须接受内容被凝视、被解构，甚至被质疑的代价。也就是你不能只享受流量带来的商业红利，却把所有不同意、不赞赏的声音统统扣上网暴的帽子。网暴我跟咱说了，就是骂他的那不对是吧？但是质疑、批评合理的对吧？这都没问题。你能号召别人，别人就能批评你，不行吗？只允许你号召，不允许别人批评，这不对，对不对？李女士在面对批评时委屈地诉说自己家庭长辈住院，收入不稳定，这恰恰暴露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对吧？既想立慷慨解囊的崇高人设，又想哭诉生活不易，弱者姿态，自己都很困难，对吧？这种两头讨好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其动机不纯的直觉。你这2万块钱捐出去，你想回来20万，是不是这意思？这哪是捐款？那你这不是钓鱼吗？这所以说李女士，所以我对所有的什么捐款在网上截图我捐了多少钱，我认为都是有损于你捐款的原本的动机。行善你就自己顺手做了，把身边的人照顾好，把你能接触到的人都稍微能照顾一下，这就是在行善。人家外卖小哥送晚了一点，刮风下雨的，你要投诉人家，这就不太好，是吧？你体谅一下，实际上这就是行善。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说，网络暴民，对不对？道德绑架，这个也不对。虽然博主的动机不纯，但是这个绝不能成为键盘侠们进行道德私刑的合法理由，对吧？什么捐2万
别出来丢人现眼，最少捐100万才有资格炫耀。这里面我刚才说了，夹杂着很多这种叫戾气，很多这种对慈善、对这种所谓的基金会、对红十字协会的一种批判。他只不过把怒气正好撒到这个李女士身上去了，所以凸显当下这种慈善已经被玩坏了。谁玩坏了？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大家还记得吗？哪一年？应该4年前，一个鸿星尔克，大家还有印象吗？那简直是神操作！一个好像快要倒闭的一个品牌，运动品牌，马上不行了。结果他是那年是什么事？他突然说宣布捐款5000万，也不知道怎么着了，邪性是为啥捐款5000万，我都忘了。但是我有印象，就是他叫捐那么多钱，因为他已经自己都要倒闭了，是不是？自己业务不好，销量也不好，利润也不好，他大手笔捐5000万，这叫破产式捐款。结果瞬间就被推上了这个道德舆论的至高神坛，当时就炸锅了，是不是？轰动全网，开始一场打着不能让良心企业倒下的旗号，集体无意识狂欢。鸿星尔克直播间是不是？那根本就没法弄，知道吧？一打开这东西就没了，就被人抢完。直播间里丧失理智的野性消费，这是上线下那鸿星尔克那店那更是完蛋，你知道吧？人好多人去，根本就不说我服务员我试一下，没有，人家上去拿3件衣服，一共多少钱？800是吗？人家直接扔1000走了，试都不试，我就买3件带走。还有去的晚的没了怎么办？把那模特身上穿的衣服给扒下来，多少钱？1000，人家咣当扔1500走了。还有来的晚的，一看模特身上都没有了，对不对？塑料人身上衣服都没了，店里空空如也，人家咣当扔1000块钱，衣服也不要走了。这种疯狂是吧？这种大家还记得吧？那媒体报道各种，我记得当时这难以理解。你看情绪能煽动到这儿，不能让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倒下。我们人，这就是韩红，所以韩红他看到了这一点，走个面不就有了吗？这不鸿星尔克不就有了吗？你还这么玩，这玩意玩一回就行了，再玩你真把这个消费者当傻子。这些网友马上跑到什么李宁的直播间，把那个直播的那小姑娘骂哭了，是吧？好多运动品牌直播间都被冲击，骂你们家为什么不捐款？你们家捐多少？你们家捐了5000万，你们品牌比那个鸿星尔克大得多，对不对？你才赚5000万，人家都要破产了，赚5000万。所以说你没捐，那肯定是骂；捐了那也不行，也得骂。捐少了，其他好多运动品牌直播间根本就开不了门，是不是？一开门就上面飘屏就是骂，那个景象大家还记得吧？那也是慈善，对不对？慈善跟爱国相结合，那是威力无边，是不是？慈善加上爱国，两个流量合流，法力无边。在这种朴素的善意饭圈思维的污染下，迅速演变成了对其他同行的残酷清算和道德围剿。网友们开始列出详细的红黑榜和催捐名单，网友还搞了个名单，挨个打电话。真的，那网上挨个冲击，对不对？各个企业都遭到冲击。你只要直播，给自己本品牌的介绍带货，马上网友就来，你们捐了吗？捐了多少？刚才已经说了，少了挨骂，多了不要骄傲，对不对？你还可以多捐。人家鸿星尔克可是要破产了，都捐了5000万，你得给人家学学，是不是道德绑架嘛？所以竞品品牌直播间瞬间沦为战场，无数领着几千块月薪，只是在按部就班打工的年轻女主播，在镜头前被成千上万条恶毒的这个弹幕骂到了心理崩溃，在直播间里当场痛哭，好多播不下去，好多直播间就不播，没法开，一开就冲垮了。在这场流量的狂欢中，慈善和爱国这两种最纯粹的高尚情怀被彻底剥离了原始的内涵，异化成了互联网上回报最高、见效最快的公关手段与流量密码。记得鸿星尔克后来都吓坏了，赶紧出来是吧？呼吁冷静，因为他自己都怕了，这个流量没法驾驭啊，后面要反噬。就像现在对韩红是叫刨坟，那个时候对鸿星尔克老板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我忘了。那是各种，天哪，那各种就快要膨胀神坛了，各种吹。所以这个舆论叫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不就这意思吗？品牌和网红们惊觉，原来一次成功的捐款可以抵过千万级的广告费，甚至能让一个企业一夜间翻盘。那濒临倒闭的企业突然活过来了，于是慈善
在客观上备注了深意的属性。捐赠不再是看灾区需要什么，自己能承担什么，而是看网民想看什么，捐多少才能买到免死金牌等等。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几年过去了，呼应尔克咋样了？现在那些疯狂的网民还去呼应尔克疯狂的抢吗？没钱了吧？想抢也没钱了。一旦你贴上爱国良心的标签，产品的质量、设计的瑕疵、售后服务的不足，仿佛都可以被一笔勾销。这导致后续无数网红品牌开始疯狂模仿这种路径，故意在灾难面前营销砸锅卖铁也要捐的悲壮人设，都学坏了，对吧？都学呼应尔克。如今李女士遭遇了私信谩骂，正是当年那场盲目狂欢、道德株连留下的余毒。最后我们要说一说，这到底怎么原因？这本来西方在外国啊，这些慈善它是个很成熟的，是吧？非常波澜不惊的这么一个事情，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就变成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妖？为什么被玩成这样呢？所以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追究一下，探寻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这个你看，在美西方这些慈善，它不像我们这样两极分化，一会儿是大家全去，一会儿大家都骂唾弃。那这中间到底谁在中间兴风作浪呢？谁在搅动这个？所以我们稍微探寻一下这个根源，就会发现当下的慈善乱象绝非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是一颗结在特定土壤里的特定的毒瘤，根系深深扎植于我国当下的一些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断层，我们的这种宣传导向，还有我们的长期的教育，这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教育它没有把我们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公民、独立的人意识，那集体无意识呗。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本质上，虽然我们每年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我们看上去很成功，教育了这么多大学生，本科这也是3年就能赶上一个国家的人口。但是我们这种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极度的功利主义、应试教育，就是刷题。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一个孩子的核心标准只有分数，就是你会不会刷题。在长期的内卷和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学生们被灌输你死我活的淘汰赛思维，这种教育极大的剥夺了孩子、学生感知他人痛苦、自发践行利他主义的机会。虽然我们提倡，但没有用，因为你的这种考试导致的结果。虽然我们课本上有，对不对？要做好事，要这个那样的，但是没有用，因为题不考，就是考这方面内容，也是为了打败别人，把别人刷掉。所以这样的人长大后沦为网民的他们，对远方的苦难缺乏真正的感同身受，只会把灾难当成网络围观、打卡和情绪宣泄的素材。我们的教育鲜少提及真正的公民社会、志愿服务精神以及理性的公共讨论规则。你像网络一身散人这种人，他把搬运视频就当成了这个刷题，从小刷题刷傻了，所以他就搬运视频，他能搬1000多个，1200多个，不知道他小时候刷题有没有刷这么多。这种无耻的小偷刷过去他收费，赤裸裸的盗窃，丢他先人的脸。你要指望这样人有什么善心，感知他人痛苦，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人和畜生没有区别，他就是行走的畜生。那你给他发个大学文凭也没用，那是一个有大学文凭的畜生。他不仅搬运别人视频，对不对？搬运别人作品，自己牟利，关键他给别人带来很多麻烦。你跟这种人谈慈善，那不是开玩笑吗？他即便以后做慈善，那也是为了赎他的罪孽。你看他搬运了别人几千个视频，给别人带来的灾难，他是自我赎罪，赎罪没有用。随着城市化和互联网的冲击，传统的熟人社会就是小农经济这种约束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化的彼此陌生的网民。我们一方面丢掉传统儒家的叫内圣外王、择己严待人宽的君子自省，另一方面却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道德连坐和诛心之论。网民们不再用道德来要求自己，而是把道德当成攻击他人的武器。儒家讲仁者爱人，而互联网上则是仁者杀人。只要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我就可以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博主进行最恶毒的诅咒。
当然了，这个与官方的宣传导向那更是密不可分、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官媒最喜欢歌颂的是9旬老太捡垃圾30年，捐款助学，对不对？捐4个学生，身患绝症的环卫工人捐出毕生积蓄。这种宣传虽然感人，但它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中极其错误的价值观。只有倾其所有，甚至自残式、自我毁灭式的捐款，才算是有大爱。当年鸿星尔克事件爆发时，不少官媒为了迎合大众的爱国情绪，不仅没有及时降温引导理性，反而跟风下场，甚至推波助澜，将其包装成宏大叙事。这种情绪流量确实让官媒赚足了眼球，但也反噬了社会。官媒的纵容让网民误以为通过网络暴力去审判企业和名人，是得到了官方默许的正义之举。但这种民意被煽动起来以后，它就变成了一头不受控制的巨兽。当200万粉丝的博主捐款2万都要被诅咒时，这场网络狂欢已经走到了善意反面。我还要提醒一下，批评和网暴和诅咒这不是一个意思啊，批评归批评。所以这就是广西这个洪涝灾害期间，一个200万粉丝的博主李女士捐款2万元，反遭网暴的这么一个事。这是我个人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借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